打輸了尚餘10秒情，但去到絕境，腎上腺素讓身體急甦醒，信念堅定。人生裏難事是練成，然而敗北仍可給口氣走遠的再拼。因此當你跌低，記得輸了某局別要輸心境，坐定等敲鐘，非你本性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主。別氣短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砌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。你最迷人的性格，源自你被擊倒的那天，起身再戰。快轉身躍起，投降慾望沉溺多幾秒就全面泄氣，安於躺到尾的扶不起。這10秒只是給無藝地中找到真理，調整那啖氣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拾回自主。別氣短，來重拾你身體碎片，砌更頑強的你，別為無力心酸。拼到喉嚨乾兼氣喘，才知氣未斷。不骨接受10片，真心正你弱點，硬着單隻捱過，你更難和聲。能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。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反撲逆轉。若然未想到實，仍能被你1秒扭轉。那燎原火勢是來自一線，暫時是一點，再連成一線，完成夢裏動人場面。跌倒的瞬間，擂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尚餘10秒靜。但每個絕境，是讓你我突顯出多艱苦，尚有激情。人應該學識